在地消息苗栗有6个高中生拜六要暗暝去竹南的龙凤溪港耍水，其中一个19岁少年囡仔，甲厝内人讲要去上班，煞走去耍水，人失踪。到今仔日下晡2点多，已经找到伊的遗体。直升机四架船4架车，伫离渡水所在龙凤溪港北方2公里的所在，发现渡水的4岁少年，赶紧解调起来，不过已经无生命迹象了。 直升机下晡出动5座4架车，搜救人员也继续真详细地找人，就是为着要找失踪少年的下落。也来着急的老母，规工是摕囡仔的衫裤跪伫岸边，祈求囡仔会使平安回来。随后也是无好消息。他出门是跟我们讲说他要去上班，我们不知道他没上班，然后跑来这边海边玩水。 代志发生伫2日暗头啊，失踪的4岁少年甲厝内底人讲要去做事，叫一家另外5个朋友到竹南镇龙凤溪港边仔风车沙坡佚佗，其中3人落水。不过4岁少年落水了后，敢若互海洋赶走，无看人。其他的人赶紧通报警察，海巡甲民间的救援团体也赶紧来透明找人。那全部的所有的直接就是刚刚就直接全部分散，每一段去找过。救援团体也讲，当地离岸流真强，伫当地耍水是真危险。波浪会从外海进来嘛？它进来，它到了碎波那个地形碎波带之后，它会产生所谓的沿岸流跟离岸流嘛。到岸边的时候，水总是要退回去嘛。你回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集中的流嘛。那相对的，你如果从这个海面上看，水面波浪比较小的地方，通常它下面的流场就比较大。看起来好像没有波浪，其实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中华民国游泳救生协会讲，离岸流是一种难以对岸顶看出来强烈水流，会甲人真紧游向外海去。定发生伫沙坡、百丈角也是半岸边，像标着这类开放水域，风影变化真紧，对着无熟悉水性的民众来讲是真危险，也提醒民众伫无熟悉水域爱提高警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